國內對於中國留學生嘅歸國潮開始掀起身啦，但係我畀少少建議畀大家，讀得衰嗰啲留喺嗰度啦，有少少資源紅利嘅；讀得好嗰啲快啲返嚟啦。返到嚟亞公呢邊嘅話，有好多大位畀你坐。100 terror plots were stopped in the U.S. last year. 而呢一單嘢咧，就美國政論圈提前放風，我哋私底下傾。明年開始，我要提醒咁多位嗰啲中產家庭同資本階層嘅家庭，你哋個仔盡快湊返屋企，或者兩個方向啊。有部分家庭盡快湊返屋企，有部分家庭放喺嗰度3到5年。3到5年後，你要感謝我嘅。到時記得發封利是畀我。If the Chinese are going to double or more than double the number of students here. Hello， 我係 Nicholas。咁今日嚟講，我想講個 topic 就係關於一單國際新聞。嗱，呢個議題其實就係美國政論圈嗰班前輩嘅加州同拉斯維加斯嗰班前輩，佢就散風。我哋私底下傾咗1個星期啦，只不過提前放風啦，係都係為大家好。因為而家美國國內已經偷偷地掀起中國留學生嘅一個歸國潮，而且已經有基礎數據去表明㗎啦。咁而我哋而家中國嘅留學生回國嘅嗰個人數係激增，從2025年出國同回國嘅1比1咧，直到今年基本上已經係同比增長19.1%。差唔多多咗2成，而且應屆生同博士生嘅意願係強烈咧，基本上係基於2018年嘅12% 嚟講咧，而去到2024年，去到38%咧，去到2025年去到59%，直到2026年，基本上係個數係大部分2/3咧都係上返嚟。因為第一嚟講係兩個推力咧，美國就係H1B 咧工作簽咧，佢中簽率低咗咧，但係其實我嘅嗰個美國同學同埋政論圈嗰班前輩，佢都有方法嘅，想了解嗰啲啦可以加入組織嘅。中國嚟講咧，我哋而家不斷去留國內嘅嗰啲不斷去留嗰啲高精尖嘅技術型人才或者科技型嘅人才啦，同埋學術型嘅人才，我哋都不斷去留嘅。我哋不斷去以社會福利制度或者係高薪酬各種各樣嘅嘢去留低畀佢哋嘅，即係可以衍生出嘅一點啦。我結一結尾咧，就係第一嚟講咧，美國人才流失呢一個，我認為係一個大方向嚟嘅啦。國際學生申請或者入境，基本上你睇返數據有一睇嘅暴跌嘅，唔單止我哋中國，其他國家去美國嘅嗰個指數都喺度暴跌嘅，而且美國本土人才都開始外流咧。土生土長於美國，喺美國做勢起身，佢都慢慢一係嚟我哋中國或者去歐洲國家㗎啦。高技能人才流失係繼續係非常之嚴重，係。所以到最後尾我講最大嘅結尾未來呢3到5年咧，喺亞太地區嘅地緣衝突或者地緣政治嘅博弈係非常之多嘅，所以我課部分中產階層或者係資本階級嘅呢啲家庭。課2部分人，有一部分人你放咗佢出國嗰啲讀書叻嗰啲，盡量放喺佢嗰度先，或者係有少少一定社會背景嗰啲放喺嗰度先，係3到5年之後你會感謝我。如果係讀書差嗰啲，你都可以放喺嗰度3到5年，因為讀書差呢啲你到時打仗嘅話你要推上去。我嘅論述今年年初講到而家啦，亞太地區明年就係多事之端嘅元年，跟住我再講另外一班家庭，另外一啲就係譬如你係寒門子弟或者係你讀書好優越或者係本身你有一定政治背景嗰啲，早啲返嚟有大位你坐嘅，可以立得功。再用有另外一班人，我唔方便講，總之就係3到5年後。啱啱呢扎人或者呢扎人都好，你哋老豆老母絕對會感謝我。到時記得發返封利是畀我，大利是記得。多個就唔講啦，上述監察職責嘅冇同法師歡迎加入我組織。呢期先到呢度啦，我哋下期再見。